2024年世界杯咖比友会大赛伫咧丹麦举办，世界冠军就伫咱台湾，是来自宜兰的谢益成。伊对18岁开始学咖比友会，经过10档的打拼，去到世界舞台来甲各国的选手交流，希望用咖比友会艺术，互世界看到咱台湾。 用溜俩的手势，将牛铃拍做牛铃坡啊，顶前伫咖啡顶悬来画图，免一时的时间，天顶飞、海底游的、涂骹行的3种动物，龙、海鸭、麋鹿，就活跳跳的造出来啊！这次我的主题是多元化的世界，所以我把它变成有陆地上的、海上的跟天空。那我就想，这个陆海空里面有没有我最喜欢的一些事物？伊是谢益成，今年代表咱台湾参加世界溜花比赛冠军。拉提阿是用牛铃伫咖啡顶悬溜出来图样，伊嘛讲摕到冠军的心情，就亲像咧做梦共款。伫这大比赛过程当中，嘛，互伊受起这10几档辛苦练习的过程，即马嘛总算是放下紧张的心情。因为其实比赛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的诀窍，就是不断的去练习，然后知道说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 那尤其今年比较困难的是使用全自动的咖啡机，跟以往我们所接触的半自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最困难的地方。那这次拉花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得到世界冠军，这可以说是咖啡拉花的奥林匹克，等于就是奥林匹克的冠军一样，所以恭喜我们台湾的选手。这场伫丹麦举办的世界性溜花比赛，谢益成用家己10档的溜花经验，来甲世界30个的国家的选手做交流。 伊讲，家己会继续打拼，学习这3种动物的精神，继续用手艺，互世界看到台湾。记者陈阿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